专家有智对慧。对，咱两个歌就拢同款。赞的赞的啦！请问波利路，这是台湾上早的西餐厅的名，这个店名的由来是甲什么代志有关系？波利路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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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啊，大家拢知影呢吼。对对对。哎呦对，阮这边拢药吼是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足侪西方的舞曲舞曲内底拢有一种舞曲叫波利路。哦，波利路。所以我的答案是西。哦。这个餐厅是伫1934年开业的哦，咱台湾上早的这个西餐厅，伊伫2006年2006年，佮互咱指定做咱台北市的历史建筑，吼。啊，伊的创办人吼叫啥物名呢？叫做廖水来。啊，伊嘛是一个总铺师，吼。啊，因为伊足介意咱西洋的这个古典音乐，所以伊就用法国足有名的一个作曲家叫做拉威尔，伊一首啥管弦乐的这个舞曲，吼，就是咱这首这个波利路，吼，来做伊的店名。所以伫迄个物资真欠缺的年代呢，吸引真侪啥文人雅士、政商名流去遐那听音乐、讲政治，